我叫 Tiffany， 我係今屆嘅 DSE 考生。咁未來咧要迎戰我嘅文憑試啦，所以近排咧都 feel 到一啲壓力嘅，每日都要操好多 past paper 啊，或者馬拉松式咁樣操卷啊。期望越高嘅時候，對自己嘅壓力就會越大啦，然後自不然就會有少少情緒嘅問題啦，好唔開心啦。其實都會比較上係會波動少少嘅，例如係遇到一啲可能好小事就會喊啊，或者有一啲事就會令到自己好嬲啊咁樣。咁其實都唔係咁 control 到自己嘅情緒嘅，又會覺得係咪俾自己太大壓力啊？會唔會對自己唔係咁好啊？咁樣咁都有呢一啲嘅擔憂。咁之後咧，我得到學校嘅前輩啦、師姐們啦，佢哋去介紹我去食呢一個 GenLip 微生態甜月配方。咁食完呢隻嘅 supplement 之後咧，咁可能去廁所呢一方面咧，就會 feel 到自己嘅腸道蠕動咗啦，而且係可以定時定候地去廁所嘅。咁另外喺情緒方面咧，我係感受到我嘅情緒啦係比較平穩咗啦，咁我就比較上冇咁執着於嗰一種好強迫自己要做好每一樣嘢嘅嗰種感覺咯，就少咗咯，都可以 get ready 去迎戰呢一個文憑試。